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问法方上周五就中国拒绝接受由联合国主导的赴新疆调查团一事表示担忧，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对中方来讲，我们一直欢迎各国朋友都去新疆实地了解新疆近些年来的发展变化。从2018年底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组团，共有上千人都去新疆进行了参观和访问。就在不久前，还有20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访问了新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上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中国遭受暴力对待的维吾尔族是许多网友关切的问题表示，只有欧盟整体面对中国才能解决问题，要求派遣一个联合国和国际观察员。事实是，我们不能接受一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拒绝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去新疆考察维吾尔人处境，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华春莹强调，我们欢迎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人士去新疆访问，但必须指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借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打着人权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和西方当局表示，他们希望在没有来自中国的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进入东突厥散，并希望进行独立调查。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集中营直接执行者成全国再次强调继续加强伊斯兰中国化。据新华社报道，自治区党委书记成全国到吐鲁番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五中全会和第3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他说，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9月份发布了一份题为《追踪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和伊斯兰教空间被破坏的过程》的报告。该报告指，通过卫星照片等研究方式发现，近年来大约有1.6万清真寺因政府的政策被拆除或遭到了破坏。成全国还强调，更好发挥以实育人的作用，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5个认同。观察家指出，所谓5个认同是基于对维吾尔文化和维吾尔历史的否认。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指他们涉嫌参与取消4名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的资格。这14人都是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美国这项制裁将禁止他们本人与家属入境美国，这14人在美国的资产也会遭到冻结。中国人大常委委员会上月发布决议，对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添加规定，港府随即取消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香港其他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随后宣布总辞。美国国务卿蓬佩欧说，美国要求北京为其持续不断侵害香港民主进程负起责任。他说，这些行为再次显示北京完全无视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下的国际承诺。蓬佩欧在声明中再次呼吁北京遵守国际承诺，注意到世界各国谴责他的声音。美国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列入侵犯宗教自由国家名单。蓬佩欧书面声明称，美国决定缅甸、中国、俄里特里亚、伊朗、尼日利亚、朝鲜、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定义而引起特别关注的国家，因为他们从事或容许系统性、持续和公然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日本产经新闻周日报道称，日本、法国和美国将于明年5月首次在日本一个无人岛屿举行陆地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产经新闻表示，这场联合演习旨在抗衡中国。中国主张对日本控制的一些东海岛屿拥有主权。
报道说，演习将侧重于自然灾害期间的救援工作，但部分演习内容也可能构成防御攻击的基础。